开始直播送出去啊！1661年12月26吼，拜一。早起乌阴的天气，伫厝地港道内的敌人迄寡篷船，有一只经由鹿耳门去赤坎头前停船。三队呢是伫赤坎头前的篷船，有一只经由鹿耳门航往北方去。上午伫厝地的教堂呢，又阁有一场感人的讲道。下晡有一只大的篷船对北方落来，去赤坎头前停船。根据阮看起来，该船所载运的物件相当的重吼。暗时仔的天气和昨昏相像。这个荷兰人伫要败啊，应该过来状况会愈来愈歹。好，咱继续看吼。12月27礼拜二透早，敌人又阁有一只大篷船对北方来赤坎头前停船。平底船 Lustunen 号也对小琉球转来阮的停船处停船，对遐来为阮载转来一大堆茶芯，1200粒椰子啦吼，也为迄寡船只载转来，广东的空白吼，载转来毋知几桶的饮用水。阮也对即只船受到队长 Herman van Oudthorn 先生伫本9月20号写互阮的一张批。伊伫即张批里甲阮讲，伊伫本9月11号带领迄寡船只去下淡水停船，并且用迄寡小船甲小艇去攻击一只高仔船甲2只舢板。但是拢无收获吼，无成功啦吼，因为因也被迄寡船以及对陆上用小炮猛烈攻击，还看到陆上真侪人。因去到小琉球的时阵，看到即边一切状况良好，迄只尔工船已经尽可能来甲伊修复，但是呢，因为无法度，互该船充分回倒到会当拄着迄个灵骨。这是你写啥？你看无？哎呦！我是后天剩一点尔，我再甲你摕。稍等下。即只写看无啦吼，逐字拢看，逐字拢知影，但是意思毋知吼。因我念一遍吼，迄只尔工船吼，就是因去到小琉球的时阵，看到迄边的状况，一切拢真好嘛吼。迄只尔工船已经尽可能会当甲伊修复，但是因为无法度互该船充分回倒到会当拄着迄个灵骨，所以无机会按照所希望安尼来修好迄个灵骨。应该是讲灵骨若要修理，船就爱规个橫倒伫个岸顶啊，才有法度灵船骨才有法度看到吼。灵骨啦，毋是灵骨。好，咱继续读落吼。用每顿号甲迄只小皮底船Turbo号要装运的物件，相信至少还阁有14天会当继续处理。所以，如果阮伫即个期间，还阁会当派一只空船去遐，因会使互迄只船也分装一寡物件，到伫个15分钟的行程范围内，就拢
储袂着茶身的时阵，因就要搁去加六糖、加即个龙胶。对此，阮开会决定要派小便队阵 David 号爱尽量较紧去遐一抓。尤其是目前即只船现在无伫咧处队，也袂有重要的影响。阮利用即个机会写批甲队长讲伊下的代志，就是迄只 Louis Duinen 号昨暗下晡来到遮。三队呢，阮将会派小便队船 David 号去对伊遐装运一船的茶转来，茶头啦吼，转来即个台湾遮。Louis Duinen 号的延前是造成 David 号袂当较早派去伊迄边的原因。如果每顿号会当及时转来到遮，阮将会派 Louis Duinen 号搁再去因迄边一抓，以便要送病人去遐。是要去对，我真正看无咧，毋知读啥吼。而且，互健康的人会当代替因去装运一船的茶转来遮，等等。伊讲写批甲即个队长讲以下的代志，但是这队长是啥物队长啊？好，阮以指令命令即只 Vink 号的船长讲，一定爱尽量去挖郡下淡水河。挖郡到会当看清迄只每顿号是毋是伫遐。如果伫遐，就要对该船听取小琉球的状况。如果情况安全良好，就要去小琉球大量来收买椰子，尽该船所会当装运的程度大量来收买，并且互迄寡便号踮遐会当充分食椰子甲其他的菜水水果来恢复健康等等。下晡，福尔摩沙议会召开会议，会中决定，明仔载就要甲批交互以前就已经决定要派遣经由暹罗前往巴达米亚的迄只快艇海索号。就是因今仔日规工拢扎着武器伫咧市镇里来往，暗时又搁开始透风。12月28拜三。早起天气良好，要交互快艇哈索号。现在已经准备好出航的代志吼，要交去即个快艇哈索号寄去巴达米亚国下因，以及要寄去暹罗号。John Van Rake 阁下会批甲其他物件由长官阁下含议会阁下一托签名，并且封印了后，伫下晡由一级职员吼，阮的秘书早出去交互上述将要出航的迄只船的主管，并且命令因爱伫咧沿岸利用适当的即个海路啦吼。航离即个停船的所在，奉上帝名来启程，尽量较紧到目的地。阮今仔日也含迄只快艇 Akvin 号告示，即只船已经装上所欠缺的装备，要再一次航往西南沿海。阮以书面的命令因讲，爱沿着西南沿海上伊写上是倒位？去到偏湖的北边，对遐会当顺利去到伫咧北纬24度40分的英灵海港。如果对此地航离后的6天内，了无法度去到上述偏湖的北边，无论是因为强风或者是箭流，拢爱无延前随航转来遮航回此地吼。三道若是去到英灵湾，却伫遐或者是伫附近看袂到阮的船吼，看袂到咱的即个荷兰船，安尼
袂使派人去岐山，也不得伫遐来停留听候超过2点钟。但是爱直接航回台湾，毋通发炮或者是做其他的信号。此外，还阁命令因发生战争的时阵爱真小心，爱即个武器啊欠啊用吼。阮也利用即个机会，互司令官口写一张简短的批，主要内容是甲伊讲处地的状况。下晡，阮的2个骑兵去沿着海边徛马，伫第2渔场附近看到中士虎哥 Verwage 的尸体伫遐，伊的头甲倒手无去。咱之前讲，敢若平船嘛吼。平均死10个人的话，尸体一样无出的吼。伊的头甲倒手无去，正手也被剁一半。伊是本国个24号，因为迄只 Nerdens 号的小船平船的时阵，拄死的迄外人当中的一个。今仔日天气良好，要暗下小片底船 Devink 号用旁启停航空小琉球。要经由暹罗前往巴达维亚的快艇哈索号，以及要航往西南沿海的快艇 Akvin 号也拢用旁启停咯。愿上帝带领即寡船只平安顺利去到因的目的地。12月29拜四，早起上次迄3只船拢无看见啊。约了9点的时阵，一阵8-90个武装的人像羊群安尼互相围困乱走，安尼对北线尾的迄寡沙轮行往因的炮台去。阮迄阵人发射一发炮弹，然后所以因就完全互相散开。有一个人被赶转去，因就对迄边阮行击一发炮弹，但是迄粒铁弹飞。包过即个城堡，落到南投园里去。下晡，阮射3粒榴弹去即个市镇，收到袂少的效果。12月23，毋是歹势，12月30，拜五。早起有2只满载士兵的大舢板对即个市镇内北线尾线洲的东角。互迄寡士兵上岸，今仔日突然阁有一只大篷船对北方落来，经由鹿耳门港道入来，去赤坎头前停船。今仔日伫阮即个内海看到真侪乌鱼，但是真可惜拢掠袂着。12月31号哦，今年的最后一天啊吼。12月31拜六，游玩是好天气，含前几天相像，无值得记载的代志。暗头又阁开始透风，半暝3-4点之间，士兵 Hugo Russian Van Dornick 被伊的同事派去即个城堡东墙迄个夹道吼，就是落架的所在吼，的南角去徛哨的时阵，利用伊家己的腰带对下迄个坡道，对下迄个架啦吼，炸着伊徛哨的武器，就是一支好石手枪，甲一支大刀，走去即个市镇投靠敌人。阮完全无想到即颗会走去投靠敌人，因为伊定定拍伫遐用伊固定的火炮咧射击逃走去即个市镇的盗贼者。即个可恶的人，就安尼来结束即个旧的一年。愿上帝伫新的一年，予伊应该有的处罚。
二，互阮因为战胜围困阮的凶恶异教的敌人，来得到凯旋的喜乐。互尊贵的公司含阮伫即个岛屿顶，拢重新兴隆起来，并且互阮被逼投降的同胞，偌久就会当得到头棒。阿文经由合队甲原本三副合，1662年12月25号，伫个巴达米亚的圣保尼。为什么是12月25号啊？我是1662年哦。才乐队吼，秘书 P. Marville， 一年后才比对哦。对注卡写讲，这段日兰野城日记的第一部分的抄本日期自1661年10月20号到12月31号，是由总督的秘书 P. Marville 伫个1662年12月25号伫巴达米亚整理完成的吼。已经是伫个印尼迄边整理的吼，关系到其他有关的资料，会当参考。后壁我都来念啊，忘记偏了。过来，1662年正月初一礼拜日，等下吼。我来对1662年的入口入来。1662年2个月吼，个咱这本书要读煞吼，剩最后2个月，正月记足条文啦吼，逐工记啦吼。好，咱来看吼。我看一下二个记个当时吼，二个敢若记9天尔吼，所以是剩到30几天啦吼，无到40天吼，拄40天吼，后壁个附录1到37是偌长啊？我看觅。1到37是同一页啦吼，但是落长可能读2-3天才读会了吼。好 ，OK， 安尼咱挺好按算的啦吼。我看觅吼，因为我毋知影伊个记的长度，我印象中伫个要导航进前，逐工拢记一篇就大篇吼。好，安尼咱算一个读1个月好啦。即嘛6月，拄6月初，咱6月可能有法度甲即个正月读煞啦吼。应该是安尼讲，就是6月咱可能伫个7月对进前会当甲规本的即个了啥日子读煞吼。OK， 所以欢迎大家来参与啦吼，尤其是最后这吼。读煞再讲吼，以后再安排。好，1662年正月初一礼拜日，伫台湾的日历城报最后的迄寡国语的记录甲日志吼。咱来看伊对主卡安怎写，为什么是最后吼？1662年正月初一的日志，伊伫台湾的日历城报最后迄寡国语甲记录甲日志的标题继续落去。这部分的日志的题材和以前的料啊有小可有无共吼。较特别的是，伫这部分收录真侪批、真侪文件。这寡批甲文件，若是里面表达清楚的，就无搁加以注释。而当个本文甲伊缩白，并且用四角形的记号来标明，和其他部分的日志的惯例是相像。会当参阅有关国语。好来，不管咱继续读来吼。1662年正月初一礼拜日，新年的第一天，早起良好舒适的热天，
这个夏日的天气哈，微风对东方吹来，这个吹为什么是热天的天气？好，微风对东方吹来，东北风吹来，举行安息日礼拜敬拜上帝，暗头啊开始透起强风，这个吹你。所以就较长一丝啦哦。拜一早起透强烈的北风，天顶乌阴。有一个新仔人对这个市镇倒来倒靠阮，伊分别讲出以下的代志哦，所以搁考经了，无怪搁今仔日搁较长一丝啦吼，容易考经了吼。然后自头到尾咯，专业考经来看吼。伊拄着中尉 Barents 是荷兰人呢。咱来看伊对注卡写讲，自1662年1月3号带兵出击的中尉 Barents， 咱即嘛才读到2号尔，所以3号是明仔载吼。伫1656年，伊中枢的官阶做Terholen 号去台湾，讲即个 Barent 1657年升任中尉，1662年正月28号，伊和 P. Davick 代表荷兰方面去和国姓爷交涉谈判。所以以后会去读到即个中尉Barents， 讲。这个新仔人讲，伊拄着中尉 Barents 开始掠准，伊是一个士兵。有5个新仔军队的首长伫咧猪肉山死去啊！伊这考经拢是安尼记的时候拢是一句一句安尼啊，可能互相无一定有啥物关系一句一句安尼啦有5个新仔军队的首长伫咧猪肉山死去啊！国姓爷和伊的某复数毋是一个某，几个某，以及300个士兵留伫赤坎，因每一人每一个月领$6的米。马爷是即个市镇的指挥官，即个市镇有1000人，北山尾有600人。所以台湾市镇只1000人，北山尾有600人，1600人。由晚点年子指挥。北山尾的指挥是这是拼音啦，但是应该是新仔人伊个名袂晓写，所以就拼音嘛晚点年子。好，出航去新仔的迄寡国姓爷的篷船当中，有一只船倒走去塔坦人迄边。国姓爷的后生决互注写田经伫咧下门，做爷田太。嘛伫咧下门，伫咧南边嘉阮附近嘉阮是写拼音尔，毋知啥物所在伫南边嘉阮附近，国姓爷派驻7个军团伫遐，原住民安静无事。嘉阮是 KALOAN 这是啥物所在？就是讲派驻7个军团伫遐河滨宾馆河滨人伫咧赤坎，无阁受到国姓爷的重用。河滨是进前一直是荷兰人的即个通事等于是最重要就是新仔人和荷兰人做生意迄个生意往来拢靠即个河滨咧牵线结果伊才背叛荷兰人啦去甲即个郑成功高正甲伊讲来叫伊来拍即个，等于是伊引路带落来拍即个荷兰人的好，所以即马才讲河滨人伫赤坎已经无阁受到国姓爷重用啊好，市场后面有一门大炮，3、4工前因总共载10门到12门的大炮来即个市镇里迄张大炮射程就是敢若会当拍遮远尔就市镇甲即个
掠城堡安尼，我昨有牛过到500公尺吼，拍遮远尔吼。电杆含几啊荷兰人同齐被送去西那沿海。这个电杆含荷兰人，这是本来伫即个赤坎楼遐都有荷兰人住伫遐嘛吼，有荷兰人顾伫即个赤坎楼。结果郑成功来，即个赤坎楼迄边都顾袂掉吼，都守袂掉啦吼。所以荷兰即个掠城堡即边就写批去甲赤坎迄边讲，恁会当投降啦吼，恁若真正挡袂掉，恁会当投降吼。所以因真紧就投降吼。郑成功去来占即个所在时阵，赤坎楼敢若第几工啊，头前几工啊就投降啊吼。遐有一个电杆吼，一直讲着电杆，就是讲即个赤坎这边的电杆。哦，讲伊含几啊荷兰人同齐被送去西那沿海去啊吼。本来即个荷兰人投降的时阵，国姓也是答应因讲会找机会甲因送转去即个巴达米亚啦吼。但是一直拢无送去，敢若一直听讲要甲因送去西那沿海安尼。即个消息一直拢有传出来吼。有几个阮的人还佫伫咧赤坎哦，就是投降的时阵，其中有一寡荷兰人佫伫遐。伫咧即个市镇里无建造，要用来对付阮的工事。因是有建造一寡足侪堡栏，挖一寡河沟吼，但是伊讲无建造即个要对付因的工事啦吼。国姓爷无意发动攻击吼，无意思要发动攻击，只干那想要继续围城，一直到阮甲即个城堡投降交互伊，就是袂主动攻击啦，但是一直甲你包围的吼。有一个官员名叫做罗松斌吼，后壁括号写讲就是罗总兵罗文江吼，罗文江啦吼，文章的章，罗文江，罗松斌吼，所以是罗松斌，我对遮读拼音。有一个官员名叫做罗总兵啦吼，伫日期原档案空白吼，伫个毋知当时伫一只停伫个港湾里的篷船被阮拍着来死去。伫洋条有300-400人，市镇有我说1000人，可能无包括这300-400人。我一直毋知影洋条是伫倒位啦吼。本来想讲伫市镇，但是可能毋是吼。地图嘛无飘吼，所以毋知。他谈人犹未来到金门附近。毋过听讲吼，毋过有传说，随时拢会当可能会来吼。金门有1000外的士兵，但是伫什么士兵真少，这绕高字还是写啥？会对主角看嘛？伊讲在此原文应该是有字句有缺漏吼，可能是下门啦吼。OK， 所以讲金门有1000外士兵，但是伫个毋知啥物所在吼，士兵真少，可能是下门。平湖主有10只到12只的篷船，以及一个军团，由骑兵阵黄用指挥。其他人拢被派去制作宝拿吼，宝拿有时也是写拿宝吼，我毋知影是到底是宝拿拿宝吼。就是敢若是用竹啊堆石头啊堆土啊啥的，竹啊去边的拿堆即寡物件来贴起来，保护袂去互炮弹枪支拍着就对了吼，叫做保拿吼。其他人拢被派去做制作保拿，要用来加强即个市镇的防卫。
昨昏听讲郭姓爷要来攻击阮，为着即个目的，派人对即寡村社搬运真侪竹仔来。奇怪，这毋是阁是口经嘛？为什么这写法变成敢若是荷兰人的角度？哦，你看，因为到目前拢是口经的字体，口经伊拢用即个斜体字啦吼，可能是我感觉是可能。飘过头去啊，应该即只无啊啦吼。你看吼，伊写讲五方盗去盗课的人借口讲，因为此地就是城堡遮吼，无够酒通啉，也无其他新鲜的食物通食，所以才盗去渡口新仔人哦。所以这个是伊的口径来讲的吼。讲迄寡，咱即码知影讲，敢若有少三还是4个荷兰人走去。倒扣即个新仔人嘛吼，啊，结果因的理由是讲无酒通啉啦，无新鲜的食物通食吼。五方倒去的迄寡人当中，有一个被阮的人来射断因两支手指吼，还阁射伤伊的头壳。好，到遮吼。到遮伊口径到遮无啊吼，因为发现即个人吼，发现即个来到即个新仔人啊，讲真侪白贼，所以无爱互伊物件食，就甲伊关入去一间黑暗的小空间。有2只舢板对迄寡旁船，甲因的警哨人员送去岐山了后，无法度转去因的旁船遐。岐山就是上岸啦，就是登陆啦吼。无法度转去因的旁船遐，被飘过瓦棍出地的所在。这即嘛讲的，这是新仔人哦吼。其中一只虽然如是对2号的小船伫风影中去沿岸追赶一段路程，也是被飘到洋条迄边去。而另外迄只被阮的舢板掠到，该舢板顶头4个新仔人被掠转来了。掠转来，即寡新仔人今仔日下晡就被带来质询，因的口径吼，因的叙述如下吼，下底阁是因的口径啊吼。这4个新仔人当中的一个讲，伊是水手，伊讲郭姓爷捌伫3-4工前来过北山堡视察伊伫遐的军队。郭姓爷的后生对新仔因换写批来问因老爸为虾米无爱转去。郭姓爷回答讲，伊自觉见笑，袂当转去，因为伊被河边欺骗误导，就是河边甲讲台湾你来随讲落来就对啦，就好拍。结果伫遮已经为几啊个月啊，为要为走10个月啊吼，为要10个月啦，8-9个月尔吼。几工前航来的迄寡旁船是载米来的，每一个人每个月收到的军粮就是3斗的米，此外就拢无会当早餐的物件，无配菜啦吼。最近因迄寡旁船对阮的小船的战斗，敌方拢无人被弹死。迄个会晓演戏的官员名叫做阮田霄。来看第3个注脚，阮田霄是郭姓爷的一个部长。1662年正月，伊伫北山堡指挥600人的部队。关系即个人会当参阅 VOC 1235632767667。即个官员在此之所以被称作会演戏的官员，可能是伊的外号，也有可能是和伊的军团有关系。翻译者写讲，现代荷文吼，现代荷兰文是写做 comedian 的 comedian 吼，有演员、喜剧演员吼、危险者、口是心非的人等等的意思。因为无三管的前后文会当参考。真好来判即个判定，讲是原本作者本意是啥物意思吼？
所以伫遮就用较笼统的词语写讲会欢喜吼。好，转来伊个口径遮吼，讲迄个会欢喜的官员啊，名叫做袁殿霄。国姓爷会芳船，有时啊有人倒去投靠踢坛人。伫即个市镇里，马爷手下的士兵有500-600人。伫迄寡芳船顶的人数上大的每一只30人，其他的分别是20人、16人、14人，或者是搁较少的人。每工暗时啊，拢有士兵徛哨警卫。警卫吧，我是真前早过，即嘛阁袂记啊。卫啦吼，卫生啦吼，徛哨警卫。每工暗时啊，拢有士兵徛哨警卫。客伫咧赤坎头前的迄寡芳船，因为老旧来被淘汰，袂当阁使用。伫西南沿海，米一担袂价是2两银。国姓爷伫咧西南沿海的兵力已经真少，袂当期待阁有援军对迄边过来。五方被敌人活掠的人已经送去巴达维亚咯。就是去互电信讲掠去的活掠去的人送去巴达维亚。国姓爷愿意也希望会当含阮友善相处，并且像以前安尼来通商交易。士兵当中谣传，国姓爷要伫个搁再来的南方贵族要撤走伊的军队。现在因为定定透来强风，所以也袂当撤军。含伊同齐被掠的一个人，是伫个即个海湾里的一只芳船的一个大公，名叫做袁东安康伯。即个第二个人讲，国姓爷留伫个普罗宾西亚城堡呢，伊有一个半个伫个北线尾。顶礼拜对岸的检阅军队是由吴平爷吼，以国姓爷的名义来检阅的，也就是检阅啊吼。伫北线尾有2个军团的士兵，但是迄寡士兵的人数伊毋知，伊嘛毋知影即个市镇里的士兵人数有偌济。伫个油条约有200-300人去赤坎，其他的人散布伫个岛上一四过，被派去经政经政稻啊、甲旱殖等等的农作物。行李出队的芳船再腾出去，也载有一阵病人。即寡芳船预定因的新年过了，要转来。因的新年就是旧历年啦吼。第三个人讲，伫北线尾指挥的是成业殿吼，后壁挂号写讲是宣业鉴定但德。但德吧，沼泽的泽。哇！我拄好甲大力图书店关掉，我就电拍开。德吼，但德吼德第8条啦吼。
歹势。讲伫北线尾指挥的是宣译鉴定但得，但是拍一下问号吼，无解确定啦。吼，即个拼音是先丁先丁的先的丁啦吼。伊指挥1200到1300人。歹势。伫这内面的旁船是要来保护炮台的。10天前，有一只国姓的旁船对龙耳门头前逃亡去投靠塔坦人，船顶有40个武装士兵，这种代志已经发生侪摆。伫迄只柯den霍号顶头有3-4个人咧看守，伊也讲一寡头前迄2个人所讲过的话。伫猪罗山甲胡某人拢派驻有真侪士兵。第4个人做了5个月的代工，伊讲5-6天前有一只篷船对芒港渡海逃走去渡靠塔坦人。国姓爷紧急伫咧烈人城对面的伊的军队，对因的炮台来阮射击。河边真孤单，留伫赤坎，每一个人拢真讨厌伊，真怨恨伊吼，因为伊河边甲因带来车，结果伫遮调9个月吼。其实吼，咱读到即嘛，即当中会当看着两边其实拢已经军心涣散吼，而且拢足无望的吼，所以即个逃走的情形、叛逃的情形，足常发生的吼。迄个电视讲迄边嘛是吼，因定然个有规定人准做的，就转去先啦吼，袂过来离开走去即个渡口大清吼。荷兰人是干那会走去对面市镇尔安尼吼。迄状况是甲，尤其是咱顶个月看时阵，看甲已经是看那敢若国姓叫要败去啊，因为已经足欠食的吼，而且去边个死一堆吼，破边的破边，逃走的逃走安尼吼。那敢若讲荷兰人会赢，但是结果都毋是安尼吼。好，来，咱继续看来，大家拢真讨厌河滨嘛吼。农夫正式汉字等等的农作物，是那新年过了后，一般应该是离过嘛吼。国姓爷要带领伊的军队离开，即嘛，结果离过的时阵，荷兰人投降啊吼。当伊的士兵听到必须对西那行来处队的时阵，相当愕影吼，相当即个一下震惊了吼，并且逃亡。阮甲即寡人用铁链啊，甲锁铐起来，命令因暂时即嘛口经讲了啊，即4个人甲伊锁起来吼，命令因暂时去摕水。暗头啊，天气就平静落来。以上是这样个推理吼，较长啦吼，特别有口经就继续长诶。这个吹衫嘛无讲介短啦，但是无遐长啊吼。这个吹衫拜二早起好天，看见一只荷兰船对南方起来。早起真早有2只大舢板对赤坎来处队对面。每一只拢载40个人来遮起山，而即寡人每一人拢伫咧肩胛头啊，扛一包物件。阮着迄寡人发射一发炮弹，但是无拍着因。三道柄就是对3队啦吼，就是对北线尾有一只舢板共款载人去市镇。下晡艾克云号转来。就咱的荷兰人的船哈，伊的锁啊甲钉拢失去，有4个阮的骑兵像往常安尼，徛马去拿导航遐，伫遐因
因互8个骑兵甲约100个行路的敌人步兵啦吼，包围攻击吼，因就奋勇突围，有3个人平安转来，迄个第4个人因为伊的马老吼体弱吼，不得不含伊的马同齐伫遐送命吼，就死去啊吼。虽然如此，伊也用当时已经无时间发射的马枪来围攻因的人当中的一个人的头壳用出来甲攻落去吼，互迄个人昏倒。这对炸入来城堡内诶，迄支长离去的枪托啦吼，枪托免哪讲，袂晓讲，会当做枪啦吼。伊先被敌人用大刀对即个肩胛头扑落，然后迄只马也被用大刀对即个即个啥骹脚片吼来扑落去，所用的即个力气力吼大到连迄个马鞍的铁环吼也拢裂开，即个马鞍也炸入来城堡内，即个消息互激动了所有的人吼，阮就派迄3个转来的骑兵，另外加上4个骑兵和40-50个步兵吼，伫咧中尉 Baron 的督导之下督导吼，督导之下出去迎击阮的敌人，但是迄时对方看到可能要付出太悬的即个代价。所以因就退转去杨条因的要塞去。吴方的人看到这个情形，也就拢转来了。昨昏就走来投往阮的迄个新仔人，阮发现伊伫咧几项门话，伫咧几项阮的门话顶头，相当的可疑啦吼。今仔日上午搁再审讯吼。伊补述如下：首先，伊对所有问伊的回答，拢是真实的话。国姓爷的计划是要伫咧厝地留落来，为着即个目的，伊甲精生分发互新仔人，要用来经营土地。有消息对新仔沿海传来厝地讲，马本笃就是马信马爷真紧就要离开厝地，转去遐。就去投靠因的吴方的人，编做白贼话，互新仔人相信讲，倒来投靠阮的人，被阮送去新仔沿海了。因此，伊也请求甲伊送去遐，尤其是伊伫遐还阁有年老的老母。这段应该。意思是讲，陪伴荷兰人走去即个市镇的迄寡荷兰人吼，讲白贼啦，讲都靠即个荷兰人的吼，走去荷兰人迄边的即新仔人，拢被送去新仔沿海吼。所以，即个人伊就请求讲，甲伊送转去新仔沿海，因为老母伫遐。好，伫咧即个对面北线尾遐吼，当国姓爷的幕僚的人员叫做 Sloyd， 即个官员一出门，就有3、4支旗帜倒伫咧后面。国姓爷捌想要甲伊的军队撤离开厝地，但是即个想法被即个可恶的官员和迄个叛徒何斌来劝阻。劝伊搁再延前一段时间。即个人，阮认为伊应该还阁知影搁较侪代志，因为伊毋肯讲出其他的代志，所以命令无爱互伊物件食，搁甲伊关入去原本迄间黑暗的小空间。当伊由阮的翻译员带去遐的时阵，伊讲。
当大要收挂了后，国师爷将会甲伊的士兵和庞存调集起来，用武力来攻击阮。迄时伊若拍败，就要转去马尼拉或者是吕宋的岛屿。若拍输会走去菲律宾啦吼。阮看见南方有一只船，伫咧第一时间，阮想讲迄是迄只领港船吼。阮听候即只领港船对小琉球转来已经等几落工。有一只庞船对龙眼门港内出海，海上航行一段航程，但是后来又搁挖转去上述龙眼门港内去。艾克运号转来咯，伫咧胡无人附近水深5深的所在，捌遭遇到真大的危险，失去了2个艇。下晡，福尔摩沙议会召集开会，后来队长阿德多普和所有会当来的中尉军官也拢来参加开会。附注：伫遮廖下面的所在，再有一张数据是今仔日的批。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再有一张今仔日的批是记载还是啥？好，继续。今日吹死。今日吹是拜三，透早、透风、乌阴。落毛毛啊，好的天气。8点的时阵，这个城堡的刑事法庭开庭。下晡，甲迄个岛内的新仔人送去送去听证处，并且互伊炸一张阮写互副司令官的批。这张批内容如下 ：M. 卷先生。诚实公正、亲无婉路的先生，含这张批同齐送一个逃走来投靠的新仔人去恁遐。伊伫船顶的期间，爱严密监视，毋通互伊逃走。附注：下面所在这2张批是因为伫日期的草稿上无提起，因此袂记得该插入去原因的位置。不过，阮也是真可能照这个形式甲伊补起来。迄张数据本9月3号的批示内容如下：敬伫特命的东印度议会议员福尔摩沙岛的长官尊贵的 Frederick 归伊阁下。这是乡下来批啊。好，继续讲来吼。尊贵威严骁勇，这个骁我查一下。copy 打起来。叫做枭还是骄？河马圣地巡叫做枭吼，勇健吼，紧熬这什么意思？熬做米，看无？骁勇，骁黑甲。骁勇，然后骁勇善战，骁勇，尊贵威严，骁勇，互人尊敬，互人敬仰，聪明智慧，谨慎谦恭的尊贵的阁下，敬祝阁下伫阮主基督的1662年更加幸福快乐，多望祝福，更加平安无事。愿阮的上帝赐伊至高的性命互阮，互伊的性命伫外邦人当中不致受到这个污蔑亵渎。
查一个啦哈。有变调头有。污蔑哦，污蔑，污蔑哈，亵渎哈，污蔑亵渎，我两字变调了哈，两字一个句头安尼哈，污蔑亵渎哈。互伊的性命伫外邦人当中不得受到污蔑亵渎，愿意并晓并煞伊已经持续真久的大生气，遂听阮对阮的罪行真诚的忏悔，愿阁下万寿无疆，敬乞者。在此将巴达比亚应此地要求，用准者再来，互即个城堡的所有的好物的发号效目，含即张批同齐交互你阁下。即寡好物无确实无定无人展示互你阁下看过。不过按照上帝以及我的浅见，伫你阁下搁较明智周密的引带之下，即寡效目应该会当归入交易效铺呢，来互总效内底上述迄寡效目的金额、减除等等下属下面数名啦哈。你尊贵、威严、骁勇，令人敬仰、聪明、智慧、谨慎、谦恭的尊贵的阁下，蒙恩卑微的仆人，签名。Cornelius Knief 伫个边仔写着伫台湾头前的停存处，1662年正月3号。下面即张批数据分国个4号，是答复顶面即张批的内容如下。地下设商务员 Cornelius Knief 诚实公正、勇敢虔敬、细心谨慎就是细腻谨慎的先生。你阁下内批甲附件好物的发号效目，阮拢收到。对此，阮的答复是：即寡效目伫个阮出示说明迄寡物件用伫个倒位，用偌济数量，并且将存落来查来以前，阮袂当再记载入去列城堡的交易效铺当做台湾的一个亏损来对公司总效减除。但你阁下来阮出示即寡条据了后，阮将会按照所讲的派人办理，无其他的内容等等。署名你阁下的朋友 Frederick Greed。伫边仔写着1662年正月初4。昨昏有一只小胖船伫个对北边大石区沿着离岸无远的岸边往南航行。如果 Ekvin 号往伊航去，真有可能就会挡掉伊往南航行，阻挡伊往南航行啦吼。你阁下爱关照好势，以后务必令即只 Ekvin 号或者是其他的船只拄到即种状况，不得搁再如此大忽，不得搁再如此伤大意啦吼。看无解有真正毋知咧写啥。Ekvin 号渡轮的第二次出航，又搁丧失了2个艇甲一寡锁啊，
如果另外迄4只船奉命去执行任务的航行无遭遇大的困难，安尼这点损失也阁会当轻松看待。愿万能的上帝怜悯，互因无遭遇大的困难，也祝你阁下万事如意。下属你阁下的朋友签名 Frederick 归义。伫边仔写着福尔摩沙被围攻的热兰遮城堡，1662年正月初4，暗时啊开始透真强的风力，对东北方大增强，还阁继续透几暗。副注在此应该有一张四期今仔日的批，但是这张批已经写伫顶面的所在咯。搁讲一遍吼，咱一开始读的时阵就讲到，即马读的即个日志的内容有较特别之处啊，就是大部分拢是批啦吼，来往的批吼。好，时间我已经读超过5分钟啊。咱今仔日甲正月初4读煞吼。明仔载互我请假吼，明仔载我有代志吼，所以明仔载我袂当读，所以咱就后礼拜再搁继续来读吼。希望啦，因为我不希望后礼拜免加班。吼，那临时有加班有代志，我会甲爸比甲珊妮讲吼，因会去讲过吼。好，安尼咱暂定啦吼，后礼拜继续读，啊，这礼拜日来读出时线，欢迎来学台语。到这，我来关房了吼。多谢阿关，多谢大家。